今日我哋又嚟研究另一間公司，就係愛華 （Aiwa）。如果你係70、80年代成長，一定有聽過甚至用過愛華嘅產品。當年係同 Sony 齊名嘅日本音響器材公司，但係喺過去10幾年，愛華呢個名差唔多銷聲匿跡，好多今日嘅年輕人聽到未聽過。點解會搞成咁呢？原來一切都係因為 Sony。咁奇怪，點個競爭對手會同愛華嘅存亡有關呢？今日我阿貓就會同你拆解愛華嘅故事。大家好，我係阿貓，我係貓貓研究所嘅主持人。貓係充滿智慧又有靈性嘅動物，我會好似貓貓一樣，充滿好奇心，捐窿捐罅去揾一啲經典又精彩嘅商業故事，同埋令你有所得益嘅個人成長心得。如果你對呢啲內容都有興趣，就記得訂閱貓貓研究所啦。首先呢，我想同你哋分享一個好有趣嘅故事，而呢個故事呢，就要由一套荷里活電影講起，就係穿越劇超級經典《Back to the Future》。1985年上映嘅《回到未來》裏邊有好好笑嘅一場戲。喺戲裏邊呢，主角 Marty McFly 走去佢1955年嘅爸爸 George McFly 睡房。Marty 扮成外星人，將一個耳筒塞入 George 耳仔，再用一部愛華嘅 Walkman 叫 HSP2 Mark II， 開盡音量播最嘈吵嘅80年代音樂，嚇到佢爸爸成個跳起，以為真係外星人嚟襲擊佢。結果呢個經典嘅 HSP2 到今日仍然有收藏家收購，隨時可以賣到700至1500美元，你話幾誇張啊？亦可以話愛華喺80年代年輕人心目中神一樣嘅地位，喺美國以至全世界幾咁受歡迎。好，講翻愛華嘅早期日子，我哋翻到1946年呢，二次大戰剛剛先至完結，日本一片廢墟，大部分人喺度挨餓，四圍炸到爛晒，經濟崩潰。不過咧，就喺呢個時刻咧，有一個叫池少光夫嘅人，佢睇到咗機會，佢就係愛華嘅創辦人。池少光夫嘅事蹟好可惜流傳唔多，我哋只知唔知佢咧係一個戰前已經有技術基礎、有市場嗅覺、有工程背景嘅業界人士。佢喺愛知縣做咗多年咪高峰生意，積聚咗一定經驗。佢發現咗戰後日本要重建廣播系統啊、通訊設備啊，都需要咪高峰啦。於是佢就創立咗一間公司，取名叫愛興電機產業社。名字嘅意思係喺愛知縣興起嘅事業。佢都幾愛佢故鄉。1948年啦，公司改組成愛興電器株式會社，由個人工作室咧升級成咗正規公司。朝鮮戰爭喺1950年發生，日本成為咗聯合國軍嘅補給基地。經濟開始急速成長，呢個時機池少光夫冇浪費。然後喺1951年6月20日咧係個關鍵日子，日本啱啱先至喺4月28號恢復完全獨立，就喺呢個歷史時刻，池少光夫正式註冊成立咗愛興電機產業株式會社，資本600萬日元。喺當年600萬日元呢筆資金絕對唔係小數目，差唔多等於今日1億日元。呢筆錢亦證明當時愛興嘅生意已經有一定規模。1952年7月，愛興推出咗第一款用英文愛華品牌嘅產品水晶米高峰 M20。呢款產品特別之處咧就係平價，而且堅固內容靈敏度高，所以一推出咧就大受歡迎嘅。順帶一提，愛華呢個品牌名稱咧亦都第一次出現嘅。點解會叫做愛華啊？池少光夫由一開始就設計咗一個標誌，一個愛字咧周圍畫個圓圈，日文叫愛倫，英文讀出嚟就係愛華啦。隨住時間推移，呢個標誌同名字咧就固定咗落嚟嘅。而且英文愛華被解釋為 Love and Harmony， 愛與和諧。池少光夫非常之喜歡呢個品牌名稱。1956年12月，日本 NHK 放送協會指定愛華做技術指導工廠，係乜意思呢？就話 NHK 官方幫你蓋章認證，話你嘅技術水準達到咗國家級標準。點解 NHK 會揀愛華？第一，到1956年為止，愛華已經經營咗10年 ，M20 米高峰咧已經俾市場認可咗啦。NHK 嘅技術人員對各廠商嘅米高峰進行咗嚴格測試，愛華嘅 M20 喺所有指標上都達到或者超越咗進口貨。第二，時代背景。
1956年咧，日本政府發布咗經濟白皮書，國策就係扶持本土製造業，唔依賴進口。NHK 揀愛華就係支持日本製造業。由呢一刻開始，愛華由小型私營企業升級成為受官方認可嘅技術企業。銀行搶住要幫佢融資，為後來上市鋪好咗路。去到1959年10月，池少光夫咧就正式改公司名稱為愛華株式會社。而家我哋跳到60、70、80年代，喺呢個時期，愛華推出嘅一系列產品真係改變咗日本人嘅日常生活。首先講1968年嘅 TP-1009， 日本首款 Hi-Fi 組合用嘅 cassette 機，定價29,800日元，算係昂貴。點解敢定咁高嘅價格？首先，50、60年代錄音帶仲未流行喎，當時嘅錄音機係要用家將一卷有聲音嘅錄音帶用手捲去另一邊嘅錄音帶空殼上，之後有聲音嗰邊就隨住播放一直捲到空殼上。有再聽嘅要重複呢個步驟，真係聽見都麻煩啦，而且好容易食帶或者斷帶。最致命嘅係音質十分普通嘅愛華嘅 TP-1009。使用咗當時先進嘅卡式錄音帶，就係我哋現代見到嘅錄音帶咧，使用上非常方便可靠，而且最重要係 TP-1009嘅音質去到 Hi-Fi 級數，即係話連音響發燒友都會喜歡。愛華為咗推廣 TP-1009，仲組織咗愛華盒帶音樂會，喺日本全國各地嘅音樂廳邀請年輕學生免費參加。用 TP-1009 播放古典音樂、爵士樂、流行樂，俾後生仔親耳聽到由細細嘅錄音帶播放出嚟嘅音樂，音質竟然咁靚。呢種體驗式市場教育嘅威力有幾大？好快口耳相傳，帶來大量良好口碑。結果 TP-1009 成功咗，唔止係成功，仲開創咗 cassette 機市場，愛華成為領導地位。然後咧，1968年3月咧，愛華推出 TPR-101， 日本第一款3波段收音機 cassette 機。TPR-101 有乜特別啊？ FM/AM 短波收音機加上 cassette 錄音帶播放，全部整合喺一部便攜式設備入邊，開創咗 Radio Cassette Recorder 呢個產品裏邊，亦即係後來風行差唔多30年，幾乎每個家庭都有一部或以上嘅收音 cassette 機。亦係未有 Walkman 之前，年輕人帶住部小路寶去沙灘焚機嘅日子，而愛華就係呢部機嘅始祖。再跳到1980年6月21號，愛華推出咗 TBS-30 Cassette Boy， 世界首部可錄音嘅個人隨身聽。背景係乜嘢？1979年7月1日 ，Sony 推出咗 Walkman TPS-L2， 震撼咗成個市場。愛華點樣應對呢？佢冇揀硬碰硬，而係揀咗差異化競爭。既然 Sony 嘅 Walkman 淨係可以播放，愛華就推出既能播又能錄嘅 Walkman。經過11個月嘅緊密開發咧 ，TPS-30 喺1980年6月21號正式發布。技術突破係乜嘢？佢係世界第一款可進行立體聲錄音嘅 Walkman， 而且比起 Sony 嘅 TPS-L2 更輕更細部，仲有埋錄音功能，足以證明愛華設計團隊嘅能力。愛華將呢個產品系列名稱叫 Cassette Boy， 係時任社長吉田俊親自命名嘅。呢個名有乜妙處啊？就喺佢貼近年輕人，意思係聽住 cassette 帶嘅 boy。唔怪之得，連電影《回到未來》嘅 Marty McFly 都有一部後期改良版嘅 HSP2 Mark II。開場有講過 Sony 係有份搞垮愛華，點解呢？而家就係故事嘅開始啊！1969年2月咧，當時愛華咧瀕臨破產。呢個時候 Sony 就出現咗，買咗愛華嘅控股權，愛華成為咗 Sony 旗下嘅子公司。頭先先至講到愛華有幾件出色嘅產品，例如日本第一款3波段收音機 cassette 機。點解1年之後會搞到幾乎破產收場呢？其實咧又係格式之戰嘅挫敗，令到愛華走上絕路。60年代咧，個個廠商咧都知道卡式錄音帶係未來，但係當時未有統一嘅制式。1964年咧，愛華投入巨資咧，自己研發咗一種叫 Magazine 50嘅制式，仲嘗試喺日本透過愛華盒帶音樂會推廣。
但係喺1963年啊，荷蘭飛利浦推出咗 Compact Cassette 嘅格式，佢哋仲專利完全免費開放俾全球所有製造商。呢個決定令到 Compact Cassette 迅速成為全球統一嘅行業標準。Magazine 50徹底失敗，呢一場格式之戰情況就同10年後 Sony 嘅 Betamax 錄影帶制式一模一樣。Sony 完全輸俾 JVC 開放專利權嘅 VHS 制式。而愛華當時只係一間中型日本公司，當然鬥唔贏飛利浦嘅免費開放，結果愛華搞到債台高築，不得不揾外援。而財雄勢大嘅 Sony 就係最佳人選。順帶一提，我覺得好奇怪，點解 Sony 會學唔識愛華嘅教訓，喺 Betamax 制式做出同樣獨佔嘅錯誤決定，結果令到 Sony 損失咗幾十億日元。講返點解 Sony 要收購愛華？策略好簡單，與其喺市場上鬥個你死我活，有乜好得過將對手收納旗下，變相等於消滅咗對手。而且如果唔收購愛華，其他行業競爭者，例如松下、三洋、東芝、日立都可能會收購愛華㗎喇，可能令到對手增強實力。咁不如 Sony 自己收購會更加好。呢個聰明嘅收購令到 Sony 幾乎獨霸80、90年代 Walkman 市場。當你以為當時係 Sony 大鬥愛華，兩個品牌各自推出新款 Walkman 爭生意，原來你最後都係幫襯 Sony 所謂嘅競爭，只係兩間姊妹公司嘅內部競爭。愛華一直去到90年代仍然係一個無人不識嘅品牌，產品銷往全世界，不過往往高峰就係衰落嘅開始。由1998年到2000年先至用咗2年啊，愛華就由巔峰跌咗落嚟。2000年出現咗160億日元嘅巨額赤字，最致命嘅原因係乜嘢？就係數位化轉型失敗。去到2000年已經開始出現 MP3 播放器啦。雖然錄音帶流行咗幾十年，但係始終有弱點，例如錄音帶容易食帶，音質會隨住錄音帶變舊而下降。最麻煩係每次要跳去下一首歌咧，要撳住個 fast forward 快速掣。你想由第一首歌突然轉去聽第9首歌，隨時要用1-2分鐘時間，非常不便嘅。MP3 就完全解決晒呢啲問題，冇咗食帶嘅問題，音質係永久不變。最方便係要聽邊一首歌，1-2秒鐘就搞掂。呢啲就係數碼世界嘅優點。但係當時愛華識得數碼技術嘅人寥寥可數，一間5000幾人嘅音響設備公司只得10個人左右。唔可能期望愛華可以做出咩革命性產品加入 MP3 戰場。呢一個咧就係好多過去成功嘅公司，例如柯達菲林同埋 Nokia， 冇辦法與時並進，俾自己過去嘅成功綁住咗，睇唔到市場已經改變，或者根本唔想去改變，又冇咁嘅能力，失敗係唯一嘅結果。而愛華自己仲有其他問題咧，管理混亂啦，生產線效率低下啦，海外生產品質控制困難啦，品牌形象開始崩潰。Sony 當時睇住呢個虧損嘅子公司，都知道反魂乏術冇得救。2002年12月1號 ，Sony 正式吸收合併咗愛華，愛華株式會社正式解散。2008年5月14日 ，Sony 連愛華呢個品牌都終止埋。咁意味住一個曾經喺80、90年代深受全球年輕人喜愛、創造無數經典產品嘅日本音響設備公司，57年嘅歷史走到終結。由巔峰到消失唔到10年，你話幾咁諷刺？愛華嘅故事咧本應該完結咗，但係咧又未完全完結。根據調查，愛華喺40歲以上日本男性消費者嘅認知程度達到好高嘅71%。呢個咁震撼嘅數字，說明咗愛華呢個品牌仍然好有價值。真正嘅重生發生喺2017年，秋田縣有一間公司叫十和田音響，佢哋係一間代工廠，幫其他品牌包括 Sony 生產電子設備。不過代工廠利潤極低，又要面對中國廠商低價搶生意。十和田音響想轉型要做自有品牌，但係建立品牌淨係廣告費都10億日元以上，仲要好多年先有品牌認知度嘅。咁啱呢個時候 ，Sony 手入邊嘅愛華商標權去2017年就屆滿啦。Sony 一係就繼續更新商標，一係就賣咗佢。就係咁巧合之下咧，愛華品牌咧就賣咗俾十和田音響。
起碼Sony 可以收到一筆收購費，而十和田音響就突然之間由籍籍無名嘅日本公司晉身成為國際知名品牌。2017年4月11號，十和田音響正式成立咗新嘅愛華株式會社，標誌住愛華作為獨立品牌嘅正式回歸。新公司仲聘請咗原本愛華出身嘅資深技術者，因為佢哋先至最明白愛華嘅 DNA， 就係性能優良、價格實惠嘅平衡，以及對音質嘅執着。所以去到今日，你可以喺市場仲揾到愛華嘅產品。呢個可以話係因為愛華嘅超高認知度，為品牌帶嚟重生。今日嘅愛華嘅故事就去到呢度完結啦。你聽完之後，係咪覺得就算一個曾經咁強大嘅品牌，因為唔識變通，跟唔上科技嘅進步，唔使幾年呢就兵敗如山倒，消失得無影無蹤。另外，我哋又學識咗商業上一個好聰明嘅策略，就係將你嘅對手收歸旗下啦，將原本嘅競爭變為自己嘅生意。1969年Sony 收購愛華，到今日睇返都係一個非常聰明嘅決定。今集貓貓研究所嘅愛華嘅故事就去到呢度。下一集我又會捐窿捐罅同大家研究下一間已經消失咗嘅企業。過程一樣令人好惋惜，但就令到我哋可以學到好多嘢，去避免犯同樣嘅錯誤。我係阿貓，我哋下集再見。